嘛是在地人在地前惠民盟校高中障碍生科苏敏的因为爱唱歌，高工局伫国道3号清水服务区呢，替办一场圆梦的演唱会。 温柔的歌声，让台下的人感动到目屎甘目甜。伊是惠民盟校障碍生柯淑敏，为了替伊完成歌手的梦想，领养单位高工局职工特别选择了清水服务区，替举办头一场演唱会。我们都是他的歌迷，因为他的声音很感动人，然后能够穿透我们的人心。校讲，因为柯淑敏的父母和姐姐相续过身，即马讲剩阿哥伫咧家照顾，所以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台中市长用妈妈身份来给鼓励支持。刚才呢，市长妈妈还特地送花给我。校讲，柯淑敏伫咧2009年就顺利考到吉路艺人证照，希望透过这摆演唱会，会当鼓励伊勇敢追求梦想。